今日看桃园龙潭科航园区要扩大征收地方民众的土地，民众是做自救会，早起嘛开记者会，表示讲因绝对无要搬厝，嘛伊个讲会伫9月12日招愈侪人去总统府定情。反对家园破迁，反对家园破迁，誓死抗争到底，誓死抗争到底。由北部条啊、龙潭八条段、梅龙路甲石库位的居民组成自救会，反对龙潭科航园区扩大土地征收，强征民家厝。30日早起举行记者会，烦恼工园保卫条，反对北迁工园。那今年也90岁了，那除了丈夫啊，是待50年了，扛到过20岁啊，我扛到从头10岁，你看啊，是3.34公斤，非常无助、惶恐。我们这一些无助的小市民，必须被迫站出来表达。各位，各位。自救会表示，严正反对欠必要性的龙潭科航园区扩建计划，要求地科管理局提出详细兴办事业计划说明，建议缩小征收范围，也预告会伫9月12日号召更较侪居民前往总统府定情。有他们的意见表达，那这方面我们其实都有仔细去跟他们沟通，也在了解中。那我们会依他们的意见来做一个审慎的评估。地科管理局回应会尊重居民的意见，评估征收范围，敢是有调整的方案，尽量符合居民要求甲产业需求。评估方案也会甲相关单位协商了后，得期举办公听会，继续甲居民沟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